今晚我哋嚟講講王陽明。喺漫長嘅中國歷史上，聰明人多的是，但聖人就少之又少。而王陽明係其中最特別嘅一個，因為佢成聖嘅路唔係鋪滿鮮花嘅紅毯，而係一條被剝奪咗尊嚴、健康，甚至連希望都冇晒嘅死路。佢嘅故事完美地回答咗困擾現代人嘅終極焦慮。點解我哋讀咗咁多書，明白咗咁多道理，卻依然過唔好呢一生？接住落嚟，請睇一個舒服嘅姿勢，一齊跟我進入今晚嘅故事旅程。故事嘅時間定格喺公元1508年嘅一個深夜，地點係貴州龍場。喺500年前，呢度唔係什麼風景秀麗嘅旅遊區，而係大明版圖上一塊流放嘅死地，瘴氣彌漫，致命非常。喺叢林深處有一個又潮又冷嘅天然溶洞，後來俾人叫做陽明小洞天。洞裏面冇乜像樣嘅居所，得返一口冰涼刺骨嘅石棺。此刻呢口石棺裏面躺住一個活人，佢叫王守仁，就係後來名震天下嘅王陽明。呢一年佢36歲，借住洞口透進來嘅微弱月光，你幾乎認唔出呢位原本精神奕奕嘅貴公子。佢面容枯槁，鬍鬚凌亂，瘦到淨係剩一把骨頭，好似一具已經風乾咗嘅屍體。周圍係苗疆特有嘅毒蟲喺度爬行，遠處不時傳來野獸淒厲嘅嚎叫，但佢一動不動。佢正在做一件極其瘋狂，同時又極其冷靜嘅事。佢喺模擬死亡。呢幅畫面充滿咗歷史嘅荒誕感。按照世俗嘅劇本，呢位頂級官二代、科舉天才，此刻應該坐喺北京寬敞明亮嘅官署入面，品住香茶，指點江山。但命運呢位冷酷嘅編劇，唔單止剝奪咗佢嘅官職同名譽，甚至剝奪咗佢作為文明人嘅體面，將佢掟進咗呢個歷史嘅垃圾場。佢躺喺呢度，係因為佢發現前半生讀過嘅所有聖賢書，喺真實嘅苦難面前，竟然一文不值。佢唯有將自己逼入呢座石頭嘅墳墓，試圖跨越生死嘅最後一道防線，去那個能讓佢活落去嘅答案。就讓我哋將時光嘅指針，從貴州那個又陰又冷又潮嘅時刻，往回撥動30年。故事嘅起點喺浙江餘姚，呢度係江南文物匯聚之地。而喺餘姚，王家係絕對嘅名門望族。王陽明嘅祖父王倫係一位隱居竹林嘅名士，一生淡泊名利。而佢嘅父親王華則係整個大明王朝讀書人嘅偶像，後來更考中狀元，成為帝國頂級嘅官僚。按理說，出生喺呢種書香門第嘅天花板家庭，王陽明嘅人生應該係一條筆直嘅鋪滿鮮花嘅仕途快車道。然而呢位後來憑把口就能講學平天下嘅聖人，喺佢生命嘅頭5年裏，竟然係個啞仔。整整5年，細細個嘅王陽明唔哭唔鬧，但係一句嘢都唔講。呢對於一個靠文字同語言安身立命嘅儒家士大夫家族嚟講，簡直係一場靜悄悄嘅災難。你可以想象呢個畫面：庭院深深，父親王華望住呢個沉默嘅孩子，眼裏嘅焦慮一日比一日重。喺那個年代，唔識講嘢意味住唔能科舉，唔能科舉就意味住被排除喺主流社會嘅權力結構之外，只能做個混吃等死嘅廢人。呢種令人窒息嘅沉默，直到一個神秘僧人出現，先被打破。那係一個尋常嘅午後，一位雲遊嘅高僧路過王家門口，佢冇畫完，而係盯住正在玩耍嘅王陽明睇咗好耐，然後佢摸咗摸孩子嘅頭，帶住一種悲憫又氣憤嘅語氣，對旁邊嘅祖父講咗一句奇怪嘅說話：好個孩兒，可惜道破。呢句話係乜意思呢？當時王陽明嘅名字叫王雲，喺古人嘅語境入面，雲呢個字太輕盈、太高遠，也太洩露天機。對於一個注定要喺紅塵泥潭裏打滾嘅人嚟講，喺呢個名字之下，魂魄係鎖唔住嘅。
祖父聽明白咗，佢唔單止聽明白咗玄學，更聽明白咗背後嘅生存哲學。如果想喺呢個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嘅帝國入面活落去，你就唔能飄喺天上做朵雲，你必須落地，必須遵守規則。於是祖父翻開《論語》呢本儒家嘅最高聖經，從中選咗兩個字：守仁，恪守仁義。呢唔單止係一個新名字，更係一份沉甸甸嘅契約。皇家仿佛喺通過呢個名字向世界宣告：我哋將呢個孩子從天上嘅神仙世界拉落嚟咗，我哋要將佢塞進儒家嘅模子入面，讓佢做個規規矩矩嘅人。改名之後，奇蹟發生咗，王陽明真的開口講嘢，但係呢件事似乎預示咗佢一生嘅宿命。佢嘅肉身留喺咗世俗嘅框架裏，叫守仁，但佢嘅靈魂依然係那朵關唔住嘅雲。呢種靈與肉、自由與規訓之間嘅撕扯，將會貫穿佢嘅一生。隨住父親王華考中狀元，全家搬到咗帝國嘅中心北京。那時候嘅北京城宏偉嚴肅，空氣中彌漫住權力嘅味道。11歲嘅王陽明被送進呢度最好嘅私塾，裏面坐嘅都係帝國未來嘅接班人，大家嘅目標非常一致，背誦聖賢書，寫出漂亮嘅八股文，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像王華咁嘅大官。呢係一條精密嘅官僚生產流水線。直到有一日，王陽明令呢條流水線卡咗殼，佢喺課堂上企起身，問咗老師一個在當時嚟睇極其愚蠢，簡直係腦進水嘅問題：老師，何為第一等事？請注意呢個問題嘅分量。一個11歲嘅孩子喺問人生嘅終極目標。老師愣咗一下，大概覺得呢個孩子係明知故問，便理所當然但回答：當然係讀書登科，金榜題名。喺老師嚟睇，呢個根本唔需要討論。考狀元、做大官、光宗耀祖，呢係大明朝所有男人嘅終極夢想，也係呢間課室存在嘅唯一理由。但王陽明皺咗皺眉頭，佢望住老師，好似望住一個為咗芝麻丟咗西瓜嘅可憐人，講咗一句令全班哄堂大笑嘅話：登科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乎？意思係考狀元恐怕算唔上什麼頭等大事，那只不過係個技術活。人呢，一輩子最重要嘅，難道唔係做一個像孔子、孟子咁嘅聖賢咩？課室入面充滿咗笑聲，同學笑得前仰後合，老師氣到面色發青，狠狠訓斥咗呢個唔知天高地厚嘅狂徒。我哋而家回頭睇呢一幕，會覺得好熱血，但喺當時呢實係一個非常荒誕嘅場景。呢就好比係一個頂級投行嘅面試現場，所有人都爭住話我想賺幾千萬年薪，突然有個面試者企起身講：唔係喎，賺錢冇意思，我嘅夢想係成為釋迦牟尼。呢唔單止不合時宜，簡直係精神錯亂。但王陽明嘅邏輯其實非常清晰，甚至比那個老師更務實，因為佢嘅父親就係狀元。佢每日睇住父親早出晚歸，喺官場嘅傾軋中如履薄冰，喺無休止嘅文書工作中消耗生命。作為狀元之子，佢比任何人都早一步睇穿咗呢場遊戲嘅底牌。如果第一等事就係當大官，那父親已經做到咗，但點解父親睇起嚟並唔快樂？點解呢個帝國依然充滿咗污穢？如果終點本身就係虛無嘅，那麼奔向終點嘅奔跑仲有什麼意義？呢顆叛逆嘅種子一旦種落，就再也拔唔走。盡管喺父親嘅棍棒同老師嘅訓斥下，王陽明依然表現得似個優等生，但佢內心嘅那個觀察者已經覺醒咗，佢開始用一種抽離嘅審視嘅目光打量住周圍忙忙碌碌嘅世界。呢種天才嘅祖慧同狂傲喺佢隨父親遊覽金山寺時達到咗一次集中爆發。那年王華喺南京做官，帶住一群同僚同兒子去金山寺遊玩。
金山寺聳立喺長江中心，月光如洗，江水滔滔，正係文人蘇客詩興大發嘅好時候。走過三巡，大人們提議作詩，但面對如此壯麗嘅景色，加上狀元黃華在場，大家都有啲拘謹，生怕寫得唔好，失咗面子。就喺大人們推推搡搡，手長刮土地尋找穩腳嘅時候，少年王陽明企咗出嚟。佢望住腳下奔騰嘅長江，望住遠處與水面相接嘅夜空，隨口吟出咗一首詩。大人們驚呆咗，令佢哋震驚嘅唔係詞組嘅華麗，而係呢個孩子嘅視覺。你睇，喺普通人眼裏，金山係一座宏偉嘅大山，人係渺小嘅。但喺少年王陽明眼中，如果站喺足夠高遠嘅天空俯瞰，呢座大山不過係像拳頭咁大一點。呢句金山一點大如拳，暴露咗王陽明內心可怕嘅格局。佢嘅精神世界實在太大咗，大到連巍峨嘅金山喺佢眼裏都變成咗盆景。佢甚至想象自己醉醺醺，淡靠喺月亮上吹玉簫，連水底沉睡嘅龍都俾佢嘈醒咗。呢哪裏係一個準備考科舉嘅儒家乖寶寶？呢分明係一個狂放不羈嘅仙人。父親王華望住呢個才華橫溢嘅兒子，心情大概係複雜嘅。一方面，佢為兒子嘅天分感到驕傲；另一方面，作為深諳官場規則嘅老手，佢感到咗深深嘅恐懼。喺大明朝，才華係一把雙刃劍，而狂則係致命嘅毒藥。一個眼裏睇世界如拳頭大小嘅人，點可能甘心低頭鑽進那條狹窄嘅官場？如果話童年嘅王陽明係一個手裏拿住星空地圖，卻被困喺神童標籤下嘅異類，那麼青春期嘅佢決定將呢張地圖付諸實踐。佢再也唔滿足於口頭上質疑第一等事，佢要親身去尋找答案。呢種尋找以一場極其荒誕嘅逃婚拉開序幕。那一年，王陽明17歲，按照明朝士大夫嘅標準劇本，呢係一個男人成家立業嘅關鍵節點。父親王華唔單止為佢安排咗錦繡前程，更為佢選咗一門絕好嘅親事。新娘係江西南昌朱氏嘅女兒，岳父係布政司參議，典型嘅門當戶對、強強聯合。迎親嘅隊伍浩浩蕩蕩淡開到南昌，紅燭高照，賓客盈門，整個南昌城嘅頭面人物都嚟晒。空氣中彌漫住喜慶同世俗嘅熱鬧。按照流程，新郎官此時應該喺前廳敬酒，或者喺去洞房嘅路上心跳加速。但係新郎失蹤咗。呢唔係那種因為反抗包辦婚姻而私奔嘅情況，也冇什麼狗血嘅愛情故事。王陽明失蹤嘅理由放喺任何年代都令人覺得匪夷所思。佢收線咗，就喺婚禮當日嘅下午，王陽明百無聊賴淡喺南昌城裏閒逛，無意中走進咗一座叫鐵柱宮嘅道觀。本來只係一次偶然嘅散步，直到佢見到一位喺度打坐嘅老道士。那個道士並冇展現什麼呼風喚雨嘅神通，佢只係靜靜淡坐喺那裏，那種與世隔絕嘅寧靜，像磁鐵一樣，瞬間恰住咗王陽明那顆躁動不安嘅心。對於一個從細就喺思考何為第一等事嘅少年嚟講，眼前呢個道士似乎提供咗一個全新嘅選項。也許答案唔喺朝堂，而喺山林；唔喺經世致用，而喺長生久視。於是不可思議嘅一幕發生咗。一邊係豪宅裏鑼鼓喧天，岳父一家急得如熱鍋上嘅螞蟻，派出嘅家丁將南昌城翻咗個底朝天。另一邊喺昏暗寂靜嘅道觀裏，身穿新郎吉服嘅王陽明正盤腿坐喺蒲團上，跟住道士學吐納、學養生。他呢一坐就係整整一夜。第二日清晨，當岳父嘅人終於喺道觀裏睇到佢時，佢正閉住眼睛，
沉浸喺一種玄妙嘅氣感裏，佢完全忘記咗自己係邊個，忘記咗仲有一個新娘喺等佢揭蓋頭。呢件事喺當時成為咗南昌城嘅笑話，大家笑佢係個痴人。但喺我哋睇嚟呢，其實係一種充滿宿命感嘅掙扎。17歲嘅王陽明潛意識裏喺抗拒那個既定嘅成人世界，佢試圖通過道家嘅出世嚟逃避儒家嘅入世。佢像一個溺水嘅人，揸住咗一根叫養生嘅稻草，拼命想游離開那個功利主義嘅岸邊。當然呢根稻草最終冇能救到佢，由於岳父同父親嘅強力干預，佢還是被拉返咗世俗嘅軌道，乖乖淡結咗婚，然後帶住妻子回到餘姚老家。道教嘅路似乎行唔通，王陽明決定換一條路。既然出世太難，那我就喺入世嘅學問裏走到極致。佢將目光重新投向咗儒家嘅最高權威朱熹，呢就引出咗王陽明前半生最慘烈也最具黑色幽默意味嘅一場戰役——革竹子。當時嘅讀書人信仰嘅核心係朱熹嘅理學。朱熹話俾大家聽，理係宇宙嘅終極真理，它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如果你想成聖，就得去格物致知，即係盯住一樣嘢睇，研究它，剖析它，直到你悟出裏面嘅道理。年輕嘅王陽明對此深信不疑。佢諗，既然我要做聖人，那我就得格物。格什麼呢？佢睇中咗祖父院子裏嘅一片竹林。竹子虛心有節，係君子嘅象徵，入面一定藏住天大嘅道理。於是21歲嘅王陽明叫埋佢嘅表哥，一位同樣想成聖嘅熱血青年，兩個人搬咗張小板凳，坐喺竹子面前開始格。呢係一場人與植物嘅對視，也係一場精神與物質嘅較量。第一日，表哥精神抖擻，擔住竹子看咗一整日，除咗睇出竹子係綠色有節之外，什麼都悟出嚟。第二日，表哥依然堅持，但眼神開始渙散。到咗第3日，表哥撐唔住咗，頭暈眼花，宣布投降。呢竹子裏面哪有什麼道理，淨係有蚊。表哥退出咗，返去做凡人。但王陽明冇退，佢嘅執性上嚟咗。佢認為表哥失敗係因為唔夠誠心，佢趕走咗表哥，自己一個人孤零零淡坐喺竹林裏。第4日、第5日、第6日，無論刺風落雨，佢就像一尊雕塑一樣盯住那根竹子。佢喺腦海裏瘋狂淡檢索讀過嘅所有聖賢書，試圖建立起眼前呢根植物纖維與宇宙真理之間嘅聯繫。佢喺問竹子點解係直嘅，點解係空嘅？呢種直同空如何指導我治理國家、安頓身心？然而竹子好冷漠，佢就喺度隨風搖擺，冇發出任何聲音，也冇傳遞任何天理。到咗第7日，王陽明冇有成聖，佢崩潰咗。長期嘅精神高度緊張，加上風吹露宿，佢嘅身體徹底垮咗，開始劇烈啖咳嗽，甚至吐血。呢唔單止係身體上嘅病痛，更係精神上嘅重創。呢係一場徹頭徹尾嘅悲劇。一個絕頂聰明嘅天才，拿住一本被世人奉為圭臬嘅說明書，嚴格按照步驟操作，結果唔單止冇修好自己嘅人生，反而將自己搞報廢咗。躺喺病床上嘅王陽明陷入咗深深嘅絕望。佢開始懷疑自己係唔係我太笨咗？點解朱熹講得咁信誓旦旦，我卻夾唔出一點道理？定係聖賢嘅境界本來就係騙人嘅，根本唔存在。呢次革竹嘅失敗，給王陽明留下咗伴隨一生嘅肺病根子，但也讓佢產生咗一個極其危險嘅念頭。也許向外去尋找真理呢條路根本就係錯嘅。書本騙咗佢，朱熹騙咗佢，竹子也騙咗佢。
帶住病弱嘅身體同破碎嘅世界觀，王陽明跌跌撞撞，但走向咗佢人生嘅第三個關卡——科舉。雖然佢對科舉早已不屑一顧，但作為狀元嘅兒子，佢必須給家族一個交代。然而，命運似乎決定要徹底打碎佢嘅驕傲。22歲，王陽明第一次參加會試，信心滿滿，結果名落孫山，京城嘅輿論譁然，大家都喺等住睇狀元之子嘅笑話，或者等住佢痛哭流涕。畢竟喺那個年代，科舉失敗等同於否定咗一個讀書人存在嘅全部價值。但王陽明冇喊，面對那些假惺惺嚟安慰佢嘅人，佢講出咗一句在當時嚟睇係死鴨子嘴硬，喺今日嚟睇卻振聾發聵嘅話：世人以不得第為恥，唔以不得第動心為恥。世人都將冇考上狀元當作恥辱，但我卻將因為冇考上而感到羞恥呢件事視為真正嘅恥辱。呢句話係王陽明人生哲學嘅一道分水嶺。喺呢度，佢第一次將自我同遭遇剝離開嚟。科舉落榜係一個客觀嘅遭遇，係外部世界嘅評價體系，而動心係內在嘅情緒，係自我嘅主權。我可以輸掉考試，但我唔能輸掉對自己心情嘅掌控權。如果我嘅喜怒哀樂完全被一張榜單綁架，那才係作為一個人最大嘅悲哀。3年後，25歲嘅王陽明捲土重來，第二次參加會試。呢一次佢依然才華橫溢，依然係奪冠熱門，結果再次落榜。有人話係因為考官制度佢父親故意壓制佢，也有人話係因為佢嘅文章太狂，唔合考官胃口。不管原因係乜，現實就係呢位天才再次被拒之門外。如果你係王陽明，你會點諗？你會覺得老天不公嗎？會覺得才華無用嗎？連續嘅打擊反而令王陽明嘅心變得像鐵一樣冷硬，也像水一樣平靜。佢喺京城組織詩社，談笑風生，好似那個落榜嘅人根本唔係佢。呢唔係裝出嚟嘅淡定，而係一種喺無數次碰壁後生長出嚟嘅搖淚鴿。喺呢度我哋睇到嘅唔係一個光芒萬丈嘅聖人，而係一個處處碰壁嘅衰仔。佢想通過道教尋找自由，結果被人捉返去結婚。佢想通過理學尋找真理，結果將自己隔到吐血。佢想通過科舉證明能力，結果連考連敗。17歲到28歲，呢係一個人最寶貴嘅青春10年。對於王陽明嚟講，呢10年係一場漫長嘅迷路。佢敲遍咗每一扇門，道教嘅門、理學嘅門、功名嘅門，每一扇門都對佢緊閉，或者打開後發現係死胡同。命運似乎再用呢種殘酷嘅方式話俾佢聽：唔好好咗，外面冇路。呢只係一張逐漸收緊嘅大網。就喺王陽明終於喺28歲那年考中進士，以為人生終於要步入正軌嘅時候，一張更大嘅帶住血腥味嘅網已經喺朝堂嘅陰影裏張開咗。時間來到公元1506年，呢一年王陽明35歲，喺大明帝國嘅官僚體系中，呢係一個尷尬嘅年紀。按照世俗嘅標準，此時嘅佢已經唔再係那個盯住竹子發呆嘅怪咖少年，而係兵部嘅一名主事，穿住寶服，戴住烏紗，每日喺龐大嘅國家機器裏處理公文，睇起嚟已經完全被馴化成咗一顆合格嘅螺絲釘。但係歷史嘅宿命感往往就藏喺呢啲看似平靜嘅日常裏。一場足以摧毀佢、重塑佢嘅巨大風暴，正喺紫禁城嘅紅牆深處醞釀。當時嘅皇帝係著名嘅頑童，明武宗朱厚照。呢位皇帝對治理國家冇乜興趣，卻對玩樂情有獨鍾。權力嘅真空迅速被填補，以大太監劉瑾為首嘅八府掌握咗帝國嘅實際控制權。一群生理殘缺、心理扭曲嘅宦官，
成為咗呢個以儒家道德為基石嘅帝國嘅最高審判者。正直嘅官員開始被清洗，南京科度、官大溪等人因為講咗幾句真話，就被劉瑾下令逮捕，押往北京。滿朝文武噤若寒蟬，大家都知道呢時候邊個敢企出嚟，邊個就係往槍口上撞。但王陽明企出嚟咗，佢唔係那種愣頭青色嘅熱血衝動，而係一種基於邏輯嘅必然選擇。記得佢喺私塾裏問嘅那個問題嗎？何為第一等事？如果讀書係為咗做聖賢，那麼當忠良、蒙冤、社稷章傾時，一個聖賢應該點做？答案只有兩個字：發聲。佢上咗一道奏摺，言辭並唔激烈，卻字字誅心。呢封奏摺冇救到帝咎，卻成功啖將自己送進咗劉瑾嘅黑名單，懲罰來得極快，而且極其羞辱。劉瑾冇直接殺佢，而係賜予咗佢一項大明官員嘅專屬噩夢——廷杖。行刑地點喺午門，呢度通常係頒布詔書、彰顯皇恩浩蕩嘅地方，此刻卻變成咗屠宰場。王陽明被錦衣衛將拖死狗一樣拖到大殿前，喺眾目睽睽之下被剝去官服、褪去底褲。請想象一下呢個畫面。一位飽讀詩書、視名節如生命嘅士大夫喺光天化日之下赤身露體，呢唔單止係對肉體嘅摧殘，更係對尊嚴嘅公開處決。40棍，整整40棍，每一棍都像係歷史對佢前半生所有驕傲嘅嘲弄。你唔係要學聖賢嗎？呢就係聖賢嘅代價。你唔係想格物致知嗎？此刻打喺你身上嘅棍子就係最真實嘅物，鑽心嘅劇痛就係最深刻嘅字。當刑罰結束時，王陽明已經係一團血肉模糊嘅爛泥，佢昏死咗過去，氣息微弱到幾乎感覺唔到。所有人都以為佢死定咗，甚至連那個負責行刑嘅錦衣衛可能都覺得呢不過又係一個唔知天高地厚嘅書生嘅終點。更重要嘅係，劉瑾並唔打算讓佢活着走到龍場。流放嘅路上，暗殺嘅陰影如影隨形，錦衣衛嘅殺手就喺身後不遠處，像盯住獵物嘅狼。當王陽明行至杭州錢塘江邊時，佢面臨着一生中最兇險嘅博弈。前有浩浩蕩蕩嘅江水，後有步步緊逼嘅追兵。如果係懦夫，可能會選擇投江殉國，留個清名；如果係莽夫，可能會選擇拼死一搏，血戰五步。但王陽明展現出咗佢作為聖人嘅另一種特質——狡黠，或者話係極高嘅生存智慧。佢唔需要一個悲劇英雄嘅虛名，佢需要活落去。那個月黑風高嘅夜晚，佢喺錢塘江邊演出咗一出精彩絕倫嘅金蟬脫殼。佢脫下自己嘅鞋子，整整齊齊啖擺喺江邊，又將衣冠拋落水裏，偽造出一個投江自盡嘅現場。為咗令呢出戲更逼真，佢仲咬破手指，喺一塊岩石上題咗一首絕命詩。當殺手追到呢度，睇到江邊嘅孩子同絕命詩，呢種任務完成嘅鬆懈感會瞬間沖昏頭腦。畢竟一個文弱書生剛剛受咗廷杖，又遭遇流放，心灰意冷，跳江自殺，呢太符合邏輯咗，符合所有人嘅預期。就喺殺手們對住滾滾江水復命嘅時候，真正嘅王陽明正蜷縮喺一艘不起眼嘅商船底艙，隨住波濤悄悄駛向福建。呢一刻嘅王陽明徹底告別咗過去你個循規蹈矩嘅王守仁，你個在意功名、在意評價，甚至在意儒家教條嘅優等生，已經死喺咗錢塘江裏。活落嚟嘅係一個為咗真理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欺騙世界嘅亡命之徒。然而逃亡嘅日子並唔好過，佢喺福建嘅武夷山中短暫徘徊過，甚至一度動咗隱居做道士嘅念頭。畢竟呢個紅塵太壯、太累、太危險。但係一個破舊嘅寺廟裏，由於對父親同祖母嘅思念，佢佔咗一卦。卦象係明夷，在周易裏象徵着日入地中，光明受損，但君子
應堅守正道，以此蒙難。呢令佢猛然驚醒。如果我而家隱居，那就係逃兵。我仲未死，我嘅道仲未成，我唔能就咁消失喺山林裏。於是佢做出咗一個比逃跑更需要勇氣嘅決定，回頭去農場。既然命運將我指向咗那個地獄，那我就去地獄裏睇睇，到底能唔能開出花嚟。經過千難萬險，跋涉萬水千山，佢終於站喺咗貴州農場嘅土地上。現實比佢想象嘅還要殘酷。呢度與其話係流放地，不如話係原始叢林。冇官舍，冇糧食，語言不通，空氣中彌漫住腐爛樹葉同毒醬混合嘅味道，吸一口都令人胸悶。曾經嘅京城兵部主事，而家必須像個野人一樣生存。佢帶住幾個隨從喺荊棘叢中砍出一條路，自己動手搭建草棚。呢本身已經夠慘咗，但更荒誕嘅事情發生咗。那些跟住佢嚟嘅隨從，因為水土不服同精神崩潰，一個個全病倒咗。按照封建等級制度，主人係天，僕人係地。但喺農場，天塌咗，地陷咗。王陽明呢位昔日嘅狀元公子，不得不反過嚟侍候佢嘅僕人。佢親自落山砍柴、挑水，給僕人熬藥、煮粥，望住僕人們喺病痛中呻吟，情緒低落。王陽明冇擺架子，也冇抱怨，為咗安慰呢班人，佢竟然開始唱起咗家鄉嘅民歌，甚至講笑話逗佢哋笑。喺呢個被世界遺忘嘅角落，喺一間漏風嘅草棚裏，一個衣衫襤褸嘅貴族正為一個下人擎燭，口裏還哼住跑調嘅小曲。呢個畫面溫馨嗎？唔係，它係殘酷嘅。它意味住王陽明已經被剝離得一乾二淨，官位、財富、尊嚴、等級，呢啲佢前半生賴以生存嘅外殼，通通被粉碎咗。隨住冬天嘅到來，草棚已經無法抵禦嚴寒同潮濕。王陽明發現咗一個天然嘅溶洞，佢搬咗進去，給它起名叫陽明小洞天。但呢個洞天並唔美好，又陰又濕，係毒蛇同蝙蝠嘅家。為咗避免被濕氣侵入骨髓，又為咗思考那個終極問題，佢讓人喺洞裏打造咗一口石棺。是的，我哋回到咗故事開頭的那一幕。日復一日，王陽明躺喺石棺裏，佢喺做乜？佢喺做減法。佢問自己：如果我而家冇任何功名，我還係我嗎？係。如果我而家冇任何財富，我還係我嗎？係。如果我而家失去咗健康，甚至失去咗生命，那個你還在嗎？佢喺石棺裏，將朱熹嘅理學、孔孟嘅教條、朝廷嘅律法一層一層淡剝掉。佢像一個瘋狂嘅雕刻家，喺雕刻自己嘅靈魂，試圖將所有多餘嘅雜質都剔除，只留返最堅硬嘅核心。那個核心究竟係乜？日子一天天過去，農場嘅雨季來咗，雷聲喺山谷中回蕩，濕潤嘅石壁嗡嗡作響。那係公元1508年嘅一個深夜，風雨交加，電閃雷鳴。躺喺石棺裏嘅王陽明已經到咗精神同肉體嘅極限。呢麼多年嚟，佢一直喺向外睇，睇向竹子，睇向書本，睇向朝廷，睇向聖賢。佢一直喺尋找一個外在嘅標準答案嚟安頓呢顆躁動嘅心。突然，一道閃電劃破夜空，照亮咗漆黑嘅洞穴。那一瞬間，就像一道電流擊穿咗佢嘅大腦。佢突然從石棺中坐咗起身，發出咗一聲長笑。呢笑聲穿透咗風雨，驚醒咗沉睡嘅僕人，也驚動咗山林裏嘅野獸。佢狂起膽，跳落石棺，手舞足蹈，像個瘋子一樣大喊：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原來我以前全部錯咗。那個你根本唔喺竹子裏，根本唔喺書本上，根本唔喺朱熹嘅注釋裏，你就喺我心裏。呢顆心唔係那團血肉，
而係那個能知善知惡、能感知痛苦與快樂嘅主體。如果我個心唔去看竹子，竹子就冇意義；如果我個心唔去感知世界，世界就唔存在。以前我總覺得心係空嘅，需要用知識去填滿。而家我先知道，心本來就係滿嘅，它本身就係宇宙嘅源頭，係萬物嘅赤道。呢就係震古削今嘅農場悟道。農場悟道令王陽明擁有咗強大嘅內心，但要令呢顆心去改變世界，佢還需要一個契機。2年後，那個將佢推向深淵嘅惡魔劉瑾倒台咗，王陽明終於走出咗農場。隨後嘅幾年裏，憑借住知行合一嘅智慧，佢從一個小小嘅縣令做起，治理地方，整頓吏治，展現出咗驚人嘅才幹。呢塊金子終於發光咗，佢被當時嘅兵部尚書黃瓊一眼相中，破格提拔為南禁巡撫。冇人料到呢位曾經嘅文弱書生，竟然係天生嘅軍事奇才。喺南禁，佢像切瓜切菜一樣，剿滅咗橫行幾十年嘅山賊。當時間推進到公元1519年，大明皇室內部發生咗一場地震級別嘅叛亂。寧王朱嬋豪造反咗，呢係一場實力懸殊到令人發笑嘅對決。洪國芳、寧王朱嬋豪為此準備咗整整10年，手握10萬精兵，控制住長江中下游嘅咽喉，甚至私自打造咗皇冠同龍袍，野心勃勃地要順流而下，直取南京。南國芳、王陽明，此時佢係南禁巡撫，手裏唔單止冇正規軍，甚至連調兵嘅兵符都冇，身邊只有幾百個原本用嚟揸山賊嘅老弱病殘，以及一群臨時湊數嘅衙役。按照常理，呢係一場必死無疑嘅賭局。當叛亂嘅消息傳嚟，整個江南官場瞬間崩塌，官員們要麼逃跑，要麼投降，要麼已經喺寫遺書。但王陽明冇逃，唔單止冇逃，佢甚至仲有心情喺船上跟弟子講學。因為喺佢那個良知嘅雷達裏，局勢嘅勝負唔取決於人數，而取決於心。佢發現寧王雖然兵強馬壯，但有一顆極其脆弱、充滿疑慮嘅心。於是呢場戰爭變成咗人類歷史上罕見嘅心理戰教科書。王陽明冇第一時間去調兵遣將，而係坐低嚟寫書法。佢偽造咗一大堆兵部嘅公文，內容大概係：朝廷早就知道你要反，幾十萬大軍已經埋伏好咗，就等你出門。佢將呢啲假公文通過奸細不小心泄露俾寧王。如果係曹操那樣嘅梟雄，可能一眼就睇穿咗。但寧王係個內心虛弱嘅投機者，佢信咗呢幾張廢紙，硬生生令寧王嘅10萬大軍喺南昌城裏趴咗10幾日唔敢喐。就係呢寶貴嘅10幾日，給咗王陽明喘息嘅機會。佢利用呢個時間差，迅速集結各地嘅散兵游勇，組建咗一支雜牌軍。等到寧王反應過嚟，發現自己俾人耍咗，惱羞成怒啖，率軍撲向南京時，王陽明又做咗一個極其瘋狂嘅決定。佢唔夠南京，反手去攻打寧王嘅老巢南昌。呢就係兵法裏嘅圍魏救趙。但王陽明用得更狠，攻下南昌後，佢冇休整，而係喺鄱陽湖上與回援嘅寧王大軍展開咗最後嘅決戰。那係一場慘烈嘅廝殺，火光染紅咗湖面，戰死如雨。喺最危急嘅時刻，王陽明依然站喺船頭，面無懼色。佢下令用火攻，借住風勢，將寧王嘅連環船陣燒成咗一片火海。僅僅35日，從寧王起兵到佢被生擒活捉，僅僅35日，一場可能導致大明江山易主、生靈塗炭嘅浩劫，就咁被一個讀書人用幾張假公文同一場大火，乾脆利落淡平息咗。呢喺大明歷史上係一個奇蹟，又係一個巨大嘅諷刺。那些平日裏談兵法嘅將軍們束手無策，反倒係一個講致良知嘅哲學家，展現出咗最冷酷、最高效嘅殺伐手段。戰後
當弟子們驚嘆於老師嘅用兵如神時，王陽明卻顯得異常疲憊。佢望住滿目瘡痍嘅戰場，寫下咗呢句流傳千古嘅名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呢句話裏藏住深深嘅孤獨。佢意識到消滅一個朱宸濠並唔難，難嘅係消滅人心中嘅貪婪、恐懼同虛榮。朱宸濠係因為心中嘅賊對皇位嘅貪欲，先走上咗絕路；而朝廷裏嘅那些官員，因為心中嘅賊對權力嘅畏懼，先導致咗局面嘅失控。甚至連佢自己也要面對心中賊嘅考驗。平叛之後，更加荒誕嘅一幕發生咗。那個愛玩嘅皇帝朱厚照，帶住一幫佞臣，浩浩蕩蕩淡南下，話係要親征。結果到咗半路，聽說王陽明已經將仗打完咗，皇帝好唔高興。你都打完咗，朕玩嗎？於是皇帝身邊嘅小人暗示王陽明，不如將靈王放咗，讓皇帝再作一次，或者你承認呢場仗其實係皇帝指揮嘅。面對呢種令人作嘔嘅政治鬧劇，如果係年輕時嘅王陽明，可能早就拍案而起，再挨一頓廷杖咗。但而家嘅佢已經修煉到咗另一個境界，佢平靜淡交出咗戰功，稱病隱退，將所有榮耀都讓給咗那些無恥嘅小人。因為佢知道佢嘅良知唔係為咗爭功，而係為咗百姓免遭兵災。只要戰爭唔重演，明星呢種身外之物，贏咗就贏咗，呢係真正嘅知行合一。佢用行動證明咗心學唔係躲喺書齋裏嘅清談，而係能喺泥濘中打滾，喺刀尖上跳舞嘅生存智慧。經歷咗呢場人生嘅高光與荒誕之後，晚年嘅王陽明回到咗老家肇慶，此時嘅佢身體已經徹底垮咗。年輕時隔竹子落下嘅肺病，加上戰場嘅勞累，令佢時日無多。佢再也唔四處奔波，而係喺肇慶嘅天泉橋邊開設講壇，度過咗人生最後一段寧靜嘅時光。那係公元1527年嘅一個秋夜，月光灑喺天泉橋上，水波粼粼。王陽明設宴款待即將出遠門嘅兩位得意弟子錢德洪同黃龍溪。兩位弟子正為心學嘅一個核心問題爭論唔休。王陽明聽住佢哋嘅爭論，喺呢個生命嘅黃昏，佢決定將畢生所學濃縮成最後嘅精華。佢舉起酒杯，緩緩念出咗那四句著名嘅口訣，即後世所說嘅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呢四句話就像四顆釘子，穩穩淡釘住咗中國哲學嘅版圖。佢話俾弟子聽，人嘅心體本來像明鏡一樣，冇善惡。當念頭一動，就像鏡子上落咗灰，就有咗善惡。能立刻覺察到呢個念頭係好係壞，呢就係良知。而根據良知去行動，保留善嘅，去掉惡嘅，呢就係格物。冇乜玄之又玄嘅理論，呢就係最樸素嘅操作指南。佢將神聖嘅權力從皇帝、聖賢同經典嘅壟斷中解放出嚟，交還俾每一個普通人。無論你係小販定係賣漿者，只要你肯聽從內心嘅良知，你就係聖人。講完呢四句，較唔久，王陽明奉命最後一次出征，去平定廣西嘅叛亂。呢一次，佢拖住病體，像一根即將燃盡嘅蠟燭，喺南疆嘅蠻荒之地再次燃放咗光芒。兵不血刃，但解決咗問題，但佢嘅生命之火也終於燒到咗盡頭。公元1529年1月，喺回鄉嘅船上，當船行至江西青龍鋪時，王陽明感覺大限已至。那係冬日嘅清晨，江面上霧氣彌漫，船艙裏好安靜，只有江水拍打船舷嘅聲音。弟子周即流住淚走進船艙，問老師：先生，仲有什麼遺言嗎？
王陽明費力淡睜開眼睛，望住呢位陪伴自己嘅弟子，又仿佛穿透咗船艙，睇到咗那個5歲唔識講嘢嘅自己，睇到咗那個喺金山寺吟詩嘅少年，睇到咗那個喺龍場石棺里長嘯嘅狂人，睇到咗鄱陽湖嘅大火，睇到咗天泉橋嘅月光。呢一生太苦咗，也太精彩咗。佢遭受咗那個年代所有嘅惡意，卻普之以最大嘅善意。佢一直喺尋找第一等事，而家佢到咗。佢嘴角微微上揚，露出咗一個孩子般純正嘅微笑，輕聲講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我嘅心係光明嘅，呢就夠咗，仲有什麼好講嘅呢？唔需要辯解，唔需要歷數功過，唔需要向呢個世界索取任何理解，因為所有嘅答案都已經喺佢心裏圓滿咗。講完呢句話，呢位大明王朝最後一位聖人慢慢閉上咗眼睛。那艘載住王陽明遺體嘅孤舟，最終消失喺青龍鋪嘅迷霧中。大明王朝嘅風依然喺吹，紫禁城嘅鐘鼓依然喺響，睇似什麼都冇變，但係一種睇唔見嘅嘢，已經隨住那句此心光明，深深淡植入咗呢個民族嘅血脈裏。喺佢身後，佢嘅心學像野火咁蔓延。有人用它嚟整頓朝綱，有人用它嚟教化鄉里，甚至喺幾百年後，呢顆火種漂洋過海，到咗日本，成為咗明治維新嘅精神原動力。那位喺石棺裏悟道嘅瘋子，最終成為咗東亞文化圈裏一座無法繞過嘅高山。但今晚我唔希望你只係將佢當作一座高山嚟仰望，我想請你將目光從那個遙遠嘅16世紀收翻嚟，睇一睇而家嘅自己。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那個仲未悟道，仲喺對住竹子死磕嘅年輕王陽明。500年前，王陽明為咗尋找天理，釘住竹子睇咗7日7夜，直到吐血。500年後，我哋為咗尋找所謂嘅成功同幸福，盯住手機屏幕，盯住股市 K 線，盯住別人嘅朋友圈，直到失眠、焦慮、身心俱疲。我哋同年輕時嘅佢一樣，總覺得唔夠。我哋覺得自己嘅知識唔夠多，所以瘋狂啖囤積網課。我哋覺得自己嘅地位唔夠高，所以拼命喺職場廝殺。我哋覺得內心空虛，所以不斷地向外作取名牌，抓取點讚，抓取那個所謂更好嘅自己。呢係一場跨越時空嘅荒誕劇。我哋手裏拿住最先進嘅科技產品，內心卻依然像那個拿住朱熹理學嘅少年一樣，陷入咗認知嘅死胡同。我哋以為只要向外跑得夠快，就能抵達幸福嘅終點，以為只要讀嘅書夠多，就能過好呢一生。但王陽明跨越500年嘅時光，站喺那個龍場嘅石棺旁，只為咗話俾你知一個真相：唔好再阻，外面冇你要嘅答案。那個令你過好一生嘅力量，唔喺書本裏，唔喺大師嘅嘴裏，也唔喺未來某個宏偉嘅目標裏，它就喺你那顆原本具足嘅心裏。你唔係殘缺嘅，你唔需要被填補，你本來就係完整嘅。呢聽起嚟像係一個悖論，但卻係最大嘅慈悲。你此時此刻嘅呢顆心，無論它而家係焦慮嘅、疲憊嘅，還係迷惘嘅，它本質上都像鏡子一樣明亮。那些煩惱只係落喺鏡子上嘅灰塵，那些恐懼只係擋喺燈前嘅迷霧。你唔需要去創造光，你只需要擦掉灰。今晚係一個結束，也係一個開始。請試住關掉你感官嘅雷達，唔需要去隔明日嘅竹子，也唔需要去想白日嘅庭像。想象一下，那個躺喺龍場石棺裏嘅王陽明，周圍嘅世界也許依然嘈雜，也許依然充滿咗瘴氣同野獸，但那都與你無關咗。喺呢個細小而溫暖嘅聲音空間裏，你係安全嘅。所有嘅功名利祿，所有嘅毀譽得失，都留喺咗石棺之外。喺呢個只屬於你嘅時刻，向內睇，越過那些焦慮嘅念頭，越過那些紛亂嘅情緒，去觸碰你內心最深處嘅那份寧靜。
那裏冇善惡嘅糾結，冇得失嘅算計，只有一種恆久嘅溫潤嘅光芒。它一直都喺那裏，從未離開，從未熄滅。依靠住呢份光芒，你可以放下所有嘅防禦，安心地墜入夢鄉。因為正如那個冬日清晨，那位老人最後嘅低語。